明仔载就是今年的落尾一日咯，要迎接2025年。气象署是提醒讲，明仔载东北季风落南幕，北部的低温只有13度，民众参加暗会就要穿好些。伫元旦的早起云较高哦，佮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全台湾哦拢有机会落雨，所以恐惊无法度看到2025年头一道日头光咯。 这是迎接2025年台北101烟火梦境预告，真侪民众准备烧酒要来去看烟火。气象署提醒，拜二迄天各地早暗温差真大，透早全台高温大约是19度至25度，那到暗时北台湾上低温剩13度，中南部低温只有14度至15度。要参加跨年活动爱穿好烧，另外受到东北季风真强影响，气象署嘛提醒要看到跨年烟火，建议爱徛伫咧风头看较清楚。 在风力上面是一个逐渐增强的过程，而且盛行的是东北风，所以说如果说要观赏烟火的话呢，我们还是以这个上风处看到的景象会比较好一些些。今仔元旦迎接2025年头一撮日头光，气象署表示，元旦迄天拜三台湾各地水气会增加，云霾较高，到时全台拢会落尽雨，要看到麻雾啊光可能较有难度。日出的时间比较早的这个地方呢，其实云量是比较增多的，所以说曙光的话，可能附近的云量都是比较偏多，要碰碰运气。 另外，气象署嘛提醒，这个拜五东北季风会搁再增强，各地温度会略略下降，北台湾天气真淡冷。气象署提醒民众，这几日温度变化真大，要随时留意上新的温度资讯，避免感到。记者陈阿雪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